棒的较量。这场较量不用我说，相信大家马上就会感受到即将火花四溅的气氛。那就让我们一同欣赏吧。这场对决的主裁是索拉图左翼广场，边裁是韩红祥、严文勇、萨瓦克鲁布坤。 来看今天的第6场拳，超重量级的比赛。那么这场比赛2位选手，乌鲁木齐的祖利皮卡尔，这是我们这一次拳赛当中的高水平的运动员。在澳门打过电赛，打过杨联会比赛的电赛。最后呢，是因为没有打满4回合比赛当中的3回合，所以导致自己那场比赛被记作无结果。但其实打韩国的那个拳手啊，他那场应该是只要打到第3回合钟响，他就肯定是赢的。那么他的对手刘洋呢，在第1轮比赛当中打得也不错，也是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。所以这场比赛也是被认为这场拳赛啊，董超群打伊丽夏提之外的另一场今天晚上的强强对话。祖利这是一个左架的拳手，两个人在体型上面，这一拳这个搂到刘洋，刚才是这个双拳着地，裁判呢索伊库拉昌没有记击倒，应该是自己失去了重心。两个人都是大块头，1.82米的身高，那么体重方面呢，分别是167磅和168磅。刘洋之前也是有专业拳击这个记录，击倒，这是一个击倒，非常清楚。刘洋自己的重心控制出现了问题，这是疏忽了。这个击倒呢稍微有点冤枉，脚底下双腿站得太开了，那么导致这个前后的这种调节能力没有。当然，祖利刚才那一拳确实打得也是够凶。刘洋今天这拳被打得很压制，打后脑了，漂亮，选手直拳有打到，刘洋完全是不在自己的比赛节奏里面啊，被对手带着走，就这样的这种态势，好拳，在拳台上面这种位置呢，就是我们说前进的这一方处于一个有利的状态。又是一个击倒，又是一个击倒，该回合的第2次击倒，这太难了吧？这回合已经要记作10比7了，这回合已经要记作10比7了。如果是 WBC 的比赛，还差1次击倒，这比赛就要结束了。漂亮，前手拳。肋部又吃一拳，刘洋的耐受力还是不错的。虽然这回合被2次击倒，但是呢还顶住了。漂亮！好拳啊！这个还击打得不错。这个回合啊，点数上面刘洋其实已经是花了啊。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更多的是防守，保存自己的体能，保护自己是更重要的。好拳，后摆，右手的勾拳，前后手直拳，祖利想再憋一个击倒，但是这次拳击联盟的比赛呢，裁判法上面的一个约定是，这个回合就算出现再多的击倒呢，只要个人愿意打，没有这个3次击倒就结束比赛这样的一个规则。同时呢，也因为这是一个4回合的比赛，所以就算出现第3次击倒，这个回合也最多记作10比7，最多记作10比7。因为说实话，4回合的比赛你要再往下按照这个